酸佢都話甜噶啦，唔通話浸嘅荔枝好酸啊？邊個種嘅斬啊？市場上又有荔枝賣啦，咁啊長安的荔枝就準備上線啦。但係其實喺古時候咧，廣東人咧係真係好難理解佢哋北方人對荔枝嘅一啲渴望嘅。蘇東坡就話咧，日啖荔枝300粒，皇帝一聽到就嬲啊，係咪先？就貶咗佢去更加偏僻嘅海南島啦。你又唔怪得皇帝嘅，因為即使到咗清朝啊，佢嘅運輸啊、啲航運技術啊都發達咗，但係皇帝想食粒靚荔枝咧，依然係好艱難㗎。史料記載，1760年，即係乾隆25年嘅6月18日。皇宮裏邊有36粒荔枝熟咗，不過首先唔係皇帝食啊，係首先攞10粒去拜神，然之後如果想食嘅話，乾隆皇話等第2日。點解要第2日先食？少啊嘛，佢後宮咁多人，佢要諗下點樣分啊。咁點解唔係之前分好？佢都唔知有36粒熟咗。佢好隨機㗎，好似抽盲盒咁㗎，即係每日咧派個太監去睇下有冇熟到啊，咁就練一練，熟到啊，呢幾粒熟咗咁啊，摘落嚟係咁㗎。炸家出間㗎。係啊，所以佢哋即係唔似我哋啊，喂想食荔枝啊，落樓下市場30蚊一斤咁買翻嚟去食啊，咁即係唔係咁㗎嘛人哋。皇太后就2粒。溫惠皇貴太妃1粒，呢個康熙爺嘅妃子；裕貴妃又1粒，雍正爺嘅妃子。然之後先至到乾隆嘅嗰啲皇后啊、貴妃啊、妃嬪貴人，咁啊各1粒，剩低分剩咗，先至係到乾隆自己食嘅。仲要咧，佢哋當時食嘅咧唔係廣東嘅荔枝啊，係福建㗎，係一大棵樹種喺個桶仔嗰度㗎。咁你可想而知，佢結嗰啲荔枝真係老鼠尾生瘡，大極有限㗎啦。佢會唔會好酸㗎？佢酸佢都話甜噶啦，唔通話浸嘅荔枝好酸啊？邊個種嘅斬落去咪咁啊嘛？不過我覺得送得上去應該都會控制質量嘅，有品控呢樣嘢噶嘛。佢可以保證係熟，但係並唔保證甜，因為佢棵樹細。你可以想象佢係一棵樹仔種喺個大桶度，咁所以你大桶我哋增城嘅荔枝種喺地度噶嘛。咁佢點解咁細都會結果嘅？咁佢可以結得到嘅，咁佢個桶要足夠大咯。佢係為咗方便去航運，專登就係種喺隻大桶嗰度。咁到4月份啦，佢荔枝開始開花結果啦，咁就裝上船，裝上船就北上，走2個月。諗下到6月份，咁啲荔枝就差唔多熟得啦，然之後擺喺皇宮擺熟佢。咁咪每日揾個太監去練一練下邊個熟喎，掹落嚟咁樣咯，練一練啊！嗱咧史料記啦，嗰一年咧就一共咧就係有58桶嘅，就有大概200零粒咯。個頭同埋個味道咧，應該係同從化增城嗰啲爭好遠㗎。嗱，所以咧依家我哋有得食荔枝咧，其實咧等於咧食得比皇帝要好嘅。梗係啦，珍惜啦你。